那讲到咱台湾有一个食物医师法已经推动真侪年啊，所以因为医师这两字有争议，甲改做食物诊疗师的草案。原来食物诊疗师那为着要填白塘海卖农药，嘛要摕到相关的证照。另外一个这宠物沟通师，敢爱有管理机制，农业部是表示已经定出相关的指引。不少饲养宠物的民众会经由宠物沟通师来了解宠物，不过相关的工作甲认证争议不断。立委嘛关心农业部是不是会对宠物沟通师提出行政指引，还是管理制度？所谓的宠物沟通师，我们农业部有没有打算要进行一些行政指引或者是管理的一个机制？它并没有真正的所谓的科学的一个证据。那基本上我们是不会去认同有这样的一个沟通师不合时宜的这些以宠物为名义开业的部分，我想我们会做一个相关的一个指引。农业部表明无认同这种职业，也是已经推出真侪年的食物医师法。在去年改做食物诊疗师法了后，13地立法院进行审查。朝野立委关心食物诊疗师是不是会影响到农药贩卖，还是畜牧医师的职业？帮助我们农民更精准、更安全来使用这个农药，对不对？是。诊疗师可不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红火蚁的这个防疫跟那个诊治呢？绝对可以帮忙的哈。108年的时候，红火蚁的整个的一个发生大概是25.9%，那到去年已经降到17%。开的这个诊断会不会影响到农民未来购买农药？不会影响他现在购买农药的任何的模式的改变，他不能直接贩卖农药。这些技师的工作跟植物诊疗师的工作上面会不会有冲突？他原来的技师的证照去处理他专门的工作是100%没有影响。农业部讲，食物诊疗师未影响到现有行业，是会当协助农民精准用药，预防病虫害的工作。目前相关人员驻备全台湾差不多有100人左右。记者综合报道。